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5月12號星期一啦，咁就今日都要有個突發嘅報導啦，就係講緊中美兩國之間呢喺呢個關稅貿易政策上呢係出現咗一個大逆轉。喺美國財長貝森特同埋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即係我哋講嘅經濟沙皇啦，兩個人喺瑞士經過2日嘅會談之後呢，成個中美嘅關稅政策呢係出現咗一個重大嘅逆轉。咁喺入邊呢，我都相信同大家講下暫時知道嘅細節內容啦，同埋我見到嘅幾點觀察啦。咁今次嗰個貿易嘅談判嗰個進展呢，應該都係比市場外界預期嘅係快速同埋重要得多，因為之前大家估計咧，今次貝森特同埋何立峰嘅會面咧，估計本來都係一個試探性嘅性質啦，兩個人可能都係對而家關稅政策兩方咧係做一個摸底嘅動作，咁希望睇下點樣係接下來咧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美國總統特朗普之間咧進行商討咧，作出鋪路。咁但係現實咧，原來係其實美國都相當急進啦。我哋見到咧係中美雙方咧都發表咗一個貿易嘅聲明啦。咁同時咧亦都係基本上內容一樣嘅，咁都係講緊咧係一個聯合聲明啦，就係將美國對華嘅關稅咧係只係保留10%，同時咧之前徵收嘅24%嘅關稅咧係會有90日嘅暫緩期。咁而同樣嘅情況咧，就會係中國，亦都係對美國嘅商品咧，只係收10%。咁雙方未來咧就會進一步談判。咁而之前特朗普向中國徵收嘅所謂額外關稅，額外徵收嗰145%咧就會取消。咁換言之，兩方面咧都只係收10%。咁但係外界點解話美國對華仍然係徵收30%嘅關稅呢？根據美國財長貝森特嘅講法呢，10% 關稅係個底線。咁另外嗰20%嘅關稅呢，其實就係美國對中國喺嗰個芬太尼嗰個問題上呢，未有妥善解決呢，而徵收嘅20%關稅。呢個喺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亦都係相同執行緊嘅。咁換言之呢，就係美國對華嘅關稅而家大部分呢都係保留30%，而相反中國對美國嘅入口商品咧就係徵收10% 嘅關稅，咁之後雙方咧就會展開商討啦，喺90日內希望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咁由暫時得到嘅資料睇到咧，其實兩國嘅聲明基本上都係一樣嘅，咁亦都反映緊咧係今次的確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咧係主導咗對華嗰個關稅貿易談判啦，因為基本上都唔需要特朗普親身介入，由特朗普嘅授權咧，貝森特已經可以同中國咧係達成一個貿易協議。咁呢個咧係外界之前咧可能係忽視咗貝森特嗰個角色，而家睇嚟咧佢係的確成個關稅政策咧，佢先至係成個主導嘅地位。咁我哋見到雙方嗰個回應咧，就基本上中國外交部就並冇作出進一步嘅聲明啦，或者進一步嘅講法，只係叫傳媒咧去睇翻雙方個聯合聲明。咁反而係財長貝森特咧就有較多嘅説明，咁形容咧係中美雙方咧係並冇一個脫鈎嘅打算㗎，認為咧中美兩國嗰個貿易係仍然係相當重要，咁未來咧都會係繼續商討咧，希望解決呢個關稅嘅問題。咁你顯示出咧，其實美方喺呢方面咧係比較開放，同埋係相信未來咧係有機會去進一步解決而家呢個貿易嘅關稅問題。喺呢個關稅貿易協議達成之後咧，金融市場嘅反應係相當之快啦。我哋見港股喺美市曾經升近800點啦，咁而美元指數咧亦都急速反彈㗎，講緊咧係回升近1%啦。咁相信對美股今晚開市咧，亦都會有一個幾重要嘅利好作用。咁而由今次嗰個事件演變出嚟咧，我自己有幾個觀察咧，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
當然我哋見到最初咧就係當美國要向中國去徵收呢個所謂懲罰性關稅嘅時候咧，中方嗰邊咧係曾經都幾束手無策嘅。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咧，其實幾個禮拜前咧，中方仍然係完全冇辦法咧係接觸到特朗普嘅核心團隊嘅，因為當時咧特朗普係堅持咧係要同習近平本人咧係直接對話。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啦，似乎係美方咧已經係個態度咧開始弱化，咁亦都背後反映緊，的確因為呢個佢自己執行嘅呢個所謂145% 嘅關稅咧，係令到美國好多大型嘅超市，包括係Walmart 啦，以至係其他大型嘅連鎖店啦，都已經係貨架上嘅商品咧係賣得七七八八，甚至好多由傳媒睇到啦，個貨架咧係掃到完全清空啦。咁市場已經擔心咧，美國嗰個通脹咧會唔會因為呢個關稅問題咧而急速惡化落去？而呢個咧係會直接影響到咧美國民眾對特朗普嘅不滿情況。咁所以我哋見到咧，本來係特朗普係想打一場速戰速決嘅拳賽。咁但係習近平就對佢調翻轉係耍太極。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我哋見到因為嗰個市場壓力，我都講過啦，特朗普只係其實唯一可以令佢屈服呢，就係嗰個市場力量。咁而我哋實際上見到呢，係因為呢幾個禮拜呢，美國個金融市場係出現急劇惡化呢，係令到特朗普呢係突然間軟化，甚至乎今次喺佢本來話一定要同習近平本人見面先可以達成協議之後，其實似乎反映到咧，根本而家咧已經係完全授權咗貝森特咧同中方嘅何立峰係直接作出貿易嘅談判，而甚至乎咧係可以達成一個協議。因為我哋留意到啦，上星期特朗普喺接受時代雜誌嘅訪問嘅時候咧，亦都繼續糾纏緊。到底佢同習近平邊個打電話先，邊個打電話後？而特朗普嘅講法咧，似乎都唔太可信嘅，甚至乎佢亦形容過習近平曾經打個電話俾佢。咁但係中方當然否認呢個講法。根據《華爾街日報》嘅講法咧，就北京嘅策略咧，顯然係得到咗勝利啦，亦都好令人本來好難相信。但係而家似乎係習近平嘅領導層嘅公信力咧，係超過咗白宮嘅執政者。但係情況咧，的確係如此啦。咁我哋都留意到啦，其實今次喺中方方面帶領貿易談判嘅係何立峰，中國嘅副總理，係有經濟沙皇嘅稱號啦。咁佢嘅前任咧係令副總理劉鶴，喺特朗普1.0嘅時代咧，都係由劉鶴同美國特朗普咧係直接作一個關稅上嘅談判。咁而家咧就留咗俾何立峰。咁何立峰呢個人其實我都跟進咗比較長嘅時間。佢之前咧係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嘅主任啦，亦都係主力其實係經濟事務。咁而家今次佢可以代表到習近平同美國之間咧達成一個貿易協議咧，亦都顯示咗佢喺習近平對佢嘅信任咧係更加之重啦。咁所以亦都係可以委託佢咧直接同貝森特咧係完成成個貿易談判。呢個其實都係一直中方嗰個貿易嗰個談判策略嚟嘅，先係由底層嘅官員去摸底完成咗個貿易嘅談判，最後先至由習近平本人出面咧係拍板完成今次嘅貿易嘅談判。咁今次咧似乎係中方喺呢方面咧係贏得咗成個貿易談判嘅主導權。咁當然而家暫緩咗90日嘅關稅，講緊係美方對中國嘅入口貨品咧係暫時徵收30% 嘅關稅。我相信嗰20% 嘅芬太尼嘅額外關稅咧，其實係仍然有機會係進一步降低甚至取消嘅。因為呢個咧其實中方只要係顯示出做一定嘅動作，包括係禁止出口呢啲芬太尼嘅產品咧，其實係唔難達到目標嘅。咁反而係呢90日內，中國同美方之間係咪有機會達成
額外嗰24%嘅關稅嘅而家嘅暫緩最終取消呢，咁由美方同英國之間係達成咗第一個貿易談判啦。咁的確相信呢係仍然係有機會呢，中美之間呢係可以重新達成一個貿易嘅協議，令嗰個關稅呢係只係稍為降低而唔會係出現之前呢超過100% 咁嚴重嘅一個懲罰性關稅。喺咁嘅背景之下呢，我相信中美之間嗰個貿易關係呢係有機會進一步修復，甚至乎係個關稅可能只係去返10幾或者20% 呢啲咁嘅比較低層次嘅水平。喺咁嘅背景之下呢，其實喺金融市場以至係香港嘅商人呢，相信出口商呢都會暫緩舒一口氣，因為呢個呢對其實成個貿易戰，正如好似巴菲特所講呢，根本就係一個冇贏家嘅戰爭行為。咁所以背後反映緊呢，正如我之前都有出片講過，到底成個貿易政策今次出現嘅懲罰性關稅，到底係嚟自特朗普本人啦，定係特朗普嘅團隊，包括佢嘅經濟顧問納瓦羅呢？咁好明顯，納瓦羅呢而家已經喺個貿易談判上失勢啦，基本上已經由貝森特去主導。喺咁嘅背景之下呢，我哋相信特朗普其實只不過咧係希望透過貿易談判呢，係令到美國個貿易赤字咧係有所改善。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呢，我哋見到中美未來嗰個貿易談判進展呢，可能比預期咧係更加順利，甚至更加快速去完成㗎。好啦，今日嘅直播今日嘅報導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鍾意我分享嘅內容。如果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咧，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聽日再會。